伫咱台湾，旧历过年是上重要的节庆之一。不过，咱台湾有真侪是家己大或者是弱势时代人。即阵老人福利推动点评，就邀请这段时代做伙围炉，提早过年。欢喜做伙翕相，围全台湾各地来的社区、甲社福机构的时代，把人旁的时间上台翕相，因为这是一年当中，罕你会当甲朋友团圆围炉的好时机。我们老了，没有什么那个活动嘛，看看走一走看看，看看这个外面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在乡下，一来这边看到这个大都市里，看这个世面，很高兴啊。我们这个有这个活动，我才有上来，因为脚不方便。根据统计，到2022年，全台湾65岁以上的聚会人超过400万人，其中有超过44000人独居。伫这独居的时代内底，有超过2万人是中低收入户。过年真少有亲人会陪伴伫分尸边。所以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为2003年开始，每一年拢邀请全国各社区、弱势、失智、甲偏乡等等的时代做伙来围炉。今年办36桌。围炉是一个年节的关心，第二个就是不管他独居，不管他失智会走失，不管他是没有家属，甚至是有家属都不在身边，自己被关在5层楼的公寓，他依然是要被我们关心的。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讲，办围炉除了互这聚会人新年祝福，嘛希望会当透过这活动，互更较侪民众了解台湾长者的保护、老人健康照护等等各项议题，提升聚会人的权益甲生活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